中国国台办有证实3个台湾一贯道的发生的涉犯组织利用会道门破坏法律实施罪，伫个广东互人甲抓起来啊！这陆委会是要求赶紧放人，也那海基会是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会当趁双声论坛来提起这件代志。也毋过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伊是回应讲，这个双声论坛是交流的平台，但都是海基会爱发挥沟通的功能。 一贯道主要宣扬中华传统文化，传教到全世界真侪国家，伫中国也有信众。不过最近传出3名台湾一贯道的道亲伫中国轰掠，今年2个月，中国国台办13证实3个人是涉嫌犯组织利用会道门破坏法律实施罪轰掠。国人都应该认清楚，在中共体制下，宗教只是统战或统治的工具，根本没有宗教自由这回事。到大陆去，一定要小心自身的安全。这2年就是呼吁大家避开前往大陆发展。陆委会呼吁对方赶紧把人放倒来台湾。其实去年底就捌发生过一贯道的信众入境中国，互指控掠旅游做名，散布并且发展一贯道的组织，互中国扣留精神真济天。因为这届中国证实的时间点，拄好伫双声论坛前，海基会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会当伫双声论坛期间，甲中国讲到这件代志。期待海基会应该赶快扮演他应该要有的角色哦，赶快去跟对岸去做相关的沟通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双城其实呢，它就是一个市政平台。在难得的这种对话沟通的管道当中，我们应该不管是台北市政府，或者是不管相关政府单位，应该适时的表达我们对于这个台湾民众附中的这种安全保障的要求。学者认为讲，海基会进行着主动要求中国说明3个人轰掠的状况，国台办选伫这个时间点回应，可能甲双声论坛无关系，颠倒显示中国唔愿意两岸交流，搁加添障碍。不过也提醒国人去中国要注意相关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